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伫过去的一礼拜中间保守看顾阮。当阮拄着患难困苦的时，你诚做阮的帮站，互阮明白你的恩典够也阮用。伫阮软弱失志的时，主你亲自鼓励安慰阮，互阮会当对失志中间搁起来。当阮有拄着病痛的时，主你医治阮，互阮得到复原的气力。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、懊恼，所以阮用欢喜的心，搁一面来到你的圣殿。伫你的圣殿中间，阮来向你祈求，祈求主教阮三合之地，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。主，阮承认阮的罪性，阮本性是充满了罪恶，常常伫日常生活中间得罪你，得罪人。求主亲自赦免阮。因为阮愿意伫你的面前承认阮的罪恶，求你帮助阮脱离罪恶的捆绑。阮也确信耶稣基督的保护会当洗清去阮，求主怜悯看顾，会当帮助阮通过今日的礼拜，搁一遍领受你的恩典。就是透过你的话所传达的信息，要来更新改变阮的心智、阮的生命。求主会当伫阮的头前带路，互阮会当明白生活是你所欢喜的，照安尼去行。是阮的主啊，阮也特别感谢你，互阮来到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联教会，互阮伫遮甲所有兄弟姊妹做伙敬拜。阮特别恳求主，你保守看顾今早起服侍的正当工，不论是乐团的演奏，或者是圣歌队的吟诗、司琴、司会、传讲信息的同工。求主拢顾守，也保守看顾伫无共款角落咧做所有服侍的正当工，透过因的手所做的工，帮助阮敬拜你，将阮的心灵甲诚实表露出来，来得到你的欢喜。是阮的主啊，阮感谢你，伫110年前设立双联教会。阮看见着过去，透过宣教师吴威廉牧师夫妇因伫遮的奉献，打落基础，互阮今仔日会当伫教会中间持续聚会，执行你交代阮的使命。我们因为安尼来献上阮的感谢。阮今仔日下晡2点半也要举行一个纪念音乐会，来纪念吴威廉牧师夫妇所做的奉献，而且也透过这个音乐会来思考，阮伫这个时代，命打点伫宣教师所起造的基础顶面，继续宣教的事工，来延长你的性命。求主亲自赐福看顾，互阮每一个人会当对这个音乐会来得到感动。持续帮助阮有奉献的心志，来为你做工。主啊，阮也特别为着阮所徛起心爱的土地台湾，来献上阮的祈祷。求主保守看顾阮的社会、政治、经济，一切的事拢交在你主的手中，将真实的和平、公义赏赐予这块土地，像是也恳求主你兴起台湾的正教会，点着复兴的火，
阮伫无共款诶地区、无共款诶葡萄园所做诶工，会当延长你诶性命。主啊，阮也看见着，即摆国际也充满了战乱，因为战争诶缘故，造成真侪人诶不幸，真侪人诶性命财产因为安尼来失去。主求你人民愿，将真正诶和平、真正诶平安赏赐互阮。无论伫乌克兰甲苏俄诶战争，或者是以色列甲巴勒斯坦诶战争，求主拢赶紧来平煞，将和平赏赐互遮土地诶百姓，互你诶平安临在伫因身上，互你诶三疼会当藏伫因诶中间。阮上时也恳求你保守看顾台湾，无受到外来势力过头诶攻击甲影响，互阮会当安居乐业，也伫遮会当追求自由、追求精神诶心诶所在。恳求主你保守看顾，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诶名，阿门。
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，只有对伊求一项，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，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，追求伊的指示。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，圣诗第55首，圣诗第55首，我心专灵上帝。请咱起立来吟。请坐。这时，请咱三甲额头来祈祷。亲爱的阿爸爸上帝，主，阮感谢你，伫主日的早时，会当聚集伫你的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感谢主，你互阮伫台湾这块土地会当安然徛起，你的圣手扶持阮。互台湾的百姓伫150年前
马街来台湾的时阵，就会当有机会来听到福音。感谢主，互双连教会对吴威廉牧师夫妇对海外宣教来到台湾，甲足侪信仰前辈服侍的根基典范，领受丰盛的产业。主啊，阮愿意将阮所做的拢总献互你，求你赐予阮智慧，搁假使阮爱听阮的厝边，爱行到欠缺人的中间，互双连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伫未来的日子内底，会当分享福音，去帮助弱势，因为你是顾念送向人的上帝。嘛特别为着每一位为台湾去到海外的宣教师来祈祷，求主保守因的平安，继续传承宣教师的精神，帮助需要帮助的国家甲人民。主，我嘛要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。今年是战争不断的一年，有乌克兰甲俄罗斯，即马阁有以色列甲巴勒斯坦。有足侪因为战争所产生人民生活的困苦甲病痛，主您拢知。嘛有足侪人烦恼台湾敢袂有战争。主啊，愿你的怜悯、你的医治甲和平临到遮个国家，享受对信心来的平安，互人民，互遮个国家会当成做有真理、有公义甲自由的所在。我嘛知影会当平安健康伫遮实体主持敬拜，会当甲兄弟姊妹坐你边仔做伙做礼拜，是何等的恩典。阮也要为着这一切来献上感恩。主，我嘛要求你医治恢复阮中身体有欠安的兄弟姊妹，有病痛的，求你医治；有软弱的，求你扶持。阮搁一摆甲阮的心交伫你的手中，求主开阮的心，信心光照阮来领受今仔日蔡牧师要传讲的信息，互阮搁一摆会当倒转伫主的面前，听你的话，嘛照你的话去行。感谢主，听阮同心合意的祈祷，阮的祈祷无够野，只是阮要用主甲是阮的祈祷文来做伙伫祈祷讲。这时，请咱来交托启应文第15篇，记载伫信息后壁第23面。启应文第15篇，诗篇65篇。上帝啊，伫世间有人恶路咧听候你，听人祈祷的主啊。罪恶较赢我，你所拣选，互伊亲近你，踮伫你的院内。我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日出日落的所在，你互伊拢欢喜。上帝予伊的水满满，
你光压田园，满伊的狗，收平伊的灵。你用你的云顶做年冬的冕旒，滴伫旷野的草坡，草坡用羊群做衫来穿，山谷用五角做满来盖。即时，请信歌队听咱来阿罗上帝，伊要因的死是尊重基督。
感谢圣歌队用真水的歌声领咱来敬拜。三天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伫现代第二译本汉罗版442页，现代中文译本315页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1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我保罗、西拉、甲提摩太写批，予帖撒罗尼迦相拜上帝、甲主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愿恁得到稳定甲平安。阮时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基督中不时受着恁。阮伫咱的爸上帝面前孝念恁靠信心所做的工，出伫痛心的劳苦，甲对咱的主耶稣基督的仰望所表现的坚忍。兄弟姊妹，阮知恁是上帝所疼、所拣选的，因为阮传福音去到恁遐，毋是只有用言语，嘛靠大能力、甲信心，以及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。照恁所在，阮伫恁中间的时，做人甚物款，拢是为着要互恁得到利益。甲恁有学阮嘛有学主，虽然伫真侪苦难中，恁也顾用信心所赐的欢喜来领受信息。对安尼，你诚做马其顿甲阿盖亚全体圣徒的模范，因为主的信息是对恁传出，毋但伫马其顿甲阿盖亚，恁对上帝信嘛传到逐所在，所以毋免阮阁讲甚物，因家己有讲起，阮伫恁遐的时，若年有受恁欢迎。恁安怎样离开偶像归向上帝，来侍奉活果真的上帝？天后伊的囝对天来，伊予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来拯救咱脱离未来的审判。愿上帝祝福听伊的话，搁照咧行的人。今仔日蔡主任牧师要带予咱的信息是：培育敬虔的每一代。第2讲。请咱大家恭敬来听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咱顶回已经有分享过培养敬虔的每一代的第1讲，咱今日要继续来看第2讲。第2讲主要是甲大家分享安怎去培养咱的后一辈。咱伫领受上帝话进前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即时静静听候你亲自对阮讲话，望你透过罗卜的信息，亲自刺插阮每一人的心，互阮会当反省、更新、调整阮的生命。也恳求主你帮助阮，会当起做你所欢喜的教会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咱每一个做人长辈，做人父母的，总是足期待讲看见着咱的囝，咱的查某囝，会当快快大汉，心地成熟，品行端正。特别信仰爱顺正，因为咱若看到咱的儿女伫这成长的过程中间，塑造成做上帝所欢喜的人的事，这实在是一个真欢喜的代志，也是做父母的人上界骄傲的代志。其实我心中嘛有真实期待，有一天人咧介绍我的时阵，会讲这是蔡木星甲蔡木奇的老爸。好，因为大家较捌因，因可能若有好的表现，我嘛因为安尼来感觉荣光，所以咱拢期待咱事实会当比咱这一代更较好，
但是咱嘛深知，要培养健全的后一代，其实毋是一件简单的代志，因为咱面对着真侪无共款的挑战。首先，咱面对外在环境的挑战，咱也知影，咱即个时代是一个对囡仔非常无友善、真艰难的环境。即世代有真侪无共款的有效的规律，咧影响咱的细囝成长。咱看见着电脑、手机网络的世界中间，充满真侪无共款的有效。阁有即马媒体遐尼多元、遐尼发达，咱的细囝所接触的媒体的价值观，到底是正确还是错误的？咱有时拢无法度帮助因做好的分辨。所以外在有真侪无共款的势力咧影响咱的青少年。所以咱看见着现代青少年的问题是遐尼严重。因为台湾目前的社会环境实在毋是真理想，其实世界各位拢是相共。咱若无认真去解决这个问题，咱会落入一个非常危险的情况。咱求助人民咱，互咱会当真真正正会当营造好的外在环境来帮咱这细囝成长。第二，毋简单面对这外在环境，咱做时代的毋简单无啥物办法去面对，而且咱也必须要面对内在的挑战，就是咱的家庭失去功能，以及亲子关系的紧张。现代家庭往往因为经济上的需要，这无法度，因为即摆经济压力真大，所以夫妻拢需要工作。所以亲子中间斗阵的时间嘛较少。伫过去的时代，也是讲牧师即马伫要60岁吼，我成长的环境迄个时阵，我记记细汉的时阵吼，若食暗顿了，就是家庭的时间啦。老爸老母啊是甚至阿公阿嬷，会当甲遮个细囝做伙讲故事互因听。做一寡基本的教育，品格教育，爱通关心伊今仔发生啥物款的代志。但是即马差不多无法度做这个代志。有真侪爸母上班，倒来到厝里，囡仔已经要准备要休困啦。所以，迄个亲子交流的时间变少，也造成亲子关系的疏离。咱看见着，即摆囡仔如果拄着什么款的困难，伊通常袂马上找求家长来协助，家己想要处理，佫无能力通处理。一旦问题爆发，通常已经拢是相当严重啊。有的家庭父母的关系有了问题，间接地影响囡仔成长的环境。有一寡父母关心囡仔，但是伫管教囡仔顶面嘛出了真大的问题。到底要管要教，但是好亲像若管教就会破坏关系，无管教囡仔佫会放纵，所以做父母的真为难，毋知影要安怎教示咱的细囝。有一寡父母为着所谓的疼囡仔。提供真好物质条件，享受互这细囝，结果造成家己的困扰。譬如讲，举一个来讲，有的父母买上介好的电脑、手机互囡仔，但是却无法度去教示囡仔安怎去使用，有啥物款的限制，有啥物款的条件。一旦囡仔规工拢咧佚佗，拢沉迷伫这中间的时阵，你若要起来主动，要起来教导，要来限制。亲子关系就紧张啊，所以造成足侪问题。我看了真侪家庭，就是有这款的问题。面对着这款的情形，咱教会会当做啥物？这是咱教会应该爱思想的一个代志。
牧师认为教会应该爱协助家庭做两件代志。第一就是坚固家庭，或者家庭的基础坚固和稳固。第二就是帮助父母会当有迄个办法、迄个方式去教养咱的囡仔。有关坚固家庭的部分，咱以后有时间会搁再分享。今仔日也是讲还有2遍的即个讲道，牧师要将焦点放伫安怎去协助家长来培养细囝。伫分享即个题目之前，咱先来看，咱的教会亲像一个啥物？咱教会有做伫圣经中间有将教会比评做啥物物件？伫圣经中间有将教会比评做真济物件，有比评做船，有比评做田园，有比评做其他的物件。但是其中有一个常常被提起的，对旧约到新约，咱拢有咱看见着，上帝期待咱的教会是诚做一个生命的果子园，是培育生命的所在。伫圣经中间，咱对旧约看到新约，对诗篇、先知书，一直到耶稣的披露，咱拢不止一遍看见着上帝将以色列披露做一个葡萄园。上较出名的就是以赛亚的葡萄园之歌。伊安尼讲万军的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，伊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所以咱会明白，伫圣经中间对教会教会就是一群人的组织嘛，被上帝呼召来的一群人。这群人那亲像一个生命的果子园同款。伫哥林多前书第3章第9节嘛是安尼讲，保罗讲：阮是上帝的同工，恁是上帝的田园。保罗将家己比如做伫即个果子园内底咧做工栽培的工人。信徒所组成的教会是上帝的田园。教会中间的中级同工、服侍团队，就是果子园中间的工人。栽培人，安尼信徒是啥物？信徒就是果子园中间的种子，就是即个园中要生长的果子树。信徒所产生的影响力，就是果子园内底所结的果子。上帝是果子园的主人，所以耶稣安尼讲。耶稣讲：“我是真的葡萄树，我的老爸是栽培人。”咱想看卖，这栽培人，这果子园的主人上界大的喜乐是啥物？就是会当经营一个好的果子园嘛。最近咱台湾的农业非常进步，咱农业的技术非常进步。常常。会当做些果子的品质改良，所以你若去外国食的果子其实拢无台湾食的较好。台湾果子真正真好食。常常有一寡果子园伊会做评比，讲这果子园所产生的产品是优良的，是特定的。甚至我前一站人送我一个迄个水果的礼盒顶面阁有写讲，这果子是啥物人种的？这是有品牌的。这个果子园的主人这种果子的人，我一定感觉足阳光的。我种的果子的品质遐尼好，所以我将我的名写伫这个包装顶面，互人知影讲这是我出品的、出产的，就品质保证的。咱所以。若咱结出好果子是即个栽培的人上界大喜乐。要判断一个果子园的好甲歹，就是在伫即个果子园伊所结的果子的品质甲数量。
如果一个果子园生产的水果品质好，产量阁济，安尼即个果子园就是一个优质的果子园。果子园的主人会以伊生产的产品来掠做骄傲。相反，咱咧判断一间教会会好甲歹，是在伫信徒所结的果子。信徒表现出来影响力会好歹甲大细。如果一间教会信徒出去外面拢无见证，人会批评讲，即间教会无啥物影响力。但是如果一间教会，伊信徒的品质真好，有真好的见证，人数阁济，影响力阁大，会当为因所教的所在带来足大的祝福。安尼，咱讲这是一个优质的教会，我相信嘛是上帝所欢喜的教会。所以咱来明白，上帝将咱教会看做一个果子园，看做一个葡萄园。终极担当领受上帝的使命，伫即个园内拍拼工作，做财政甲管压的工作，然后上帝自然而然互大家伫遮成长，然后结出好果子来荣光上帝。所以，咱要爱思考，咱安怎去结出好的果子？要安怎结出好的果子？今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2项。第一项就是即个经济的品质。咱要有结出好的果子，品质好的果子，即经济本身就爱好，就爱优良。所以培育就是一个改变品质的方法。教会爱尽力提升信徒的信仰品质，就是爱透过有系统的装备培育计划，帮助信徒伫3方面来成长。这3方面，第一方面就是信仰的财物。一个好的信徒，第一个首要的条件就是爱对所信的真理有真清楚的认识。若有即款的信徒，伊就袂去互一寡异端，还是讲听起来介像对，其实是毋对的歪理所影响。所以做教会的牧师是做教育、讲道的长老。上界重要的是爱正确去传达正确的信仰真理，来教导信徒，帮助信徒将信仰的财物起造起来，安尼就有好的品质。第2项，就是爱培养迄个火热的心智，爱激励啦。对信仰的热诚是好的信徒的必要的条件。如果对属灵的代志冷淡，还是讲无烧无冷，是相当可怕的。相对的，咱若有迄个火热的奉献心智，时常激励家己为主服侍奉献，安尼无论拄着什么款的问题困难，拢无法度阻挡咱为主服侍的心智，这是非常重要。第3项，就是爱帮助信徒会当有实践的能力。除了顶面所讲的2个条件以外，你有好的信仰财物，你有火热的心智，你嘛爱将伫教会所听到的真理教训，伫日常生活中间来实践出来。这是教会成立的目的，就是要互咱出去做见证，结果子。其实牧师咧观察，早期来到咱台湾的宣教师，因大多数拢有这3种重要的特质。因毋简单伫信仰真理顶面有真深的基础。迄阵其实因迄个对后面派来这宣教师，因拢有定期的测验嘛。你若看迄历史资料咱台湾的宣教师若去做迄个测验拢是第1名的。所以拢拥有真深的这神学知识、信仰财物。毋简单安尼因伫服侍顶面拢是非常认真，
拍拼、搁热诚的，因为有火热的心志啊。咱来看，你讲巴克咧伫台湾60冬，奉献伊的一生伫即个所在。咱看见马街，嘛是伫遮啊，真做台湾人奋斗到死，拢是用因的生命咧服侍，而且因拢会当运用上帝互因的恩赐，服侍当时阵的教会甲社会。咱的第一任小会议长王威廉夫妇，就是即款的人。咱来想迄个当时的迄个时阵的台湾的状况。台湾迄个时阵是真迷信甲保守的社会。我举一个例啊，我看一份资料，讲吴牧师娘吼，就是王威廉牧师的牧师娘吴玛丽牧师娘。伊伫因兜的园仔吼，因兜的院子内底种一丛高丽菜。迄阵咱台湾还阁无高丽菜啊。啊，边仔人看到，就开始攻击呢、议论呢，讲这破坏风水，这从外来种的种伫咱遮，哦，而且这种的这菜吼，啊，该大长起来吼，食了会中毒。因为连即种无知识的话嘛咧讲，啊，所以迄高丽菜生成了吼，迄吴牧师娘就去请伊的朋友吼去鼓励人来试食看卖，互咱今仔较有高丽菜通好食啦。今仔高丽菜相对咱台湾足普遍的一种食物啦，但是当时阵大家对这无了解，啊，而且佫足迷信的。啊，所以咱想看卖，举即个例，咱就知影讲，当时阵的宣教环境是偌尼啊困难。你看伫遐尼迷信的环境顶面要宣教，要改变人的价值观，是需要偌济的耐心甲信心。吴威廉牧师来遮刷接马街的工作，伊一来，虽然真少年，伊爱担任什么款的角色？伊爱做大学的教授，伊爱指导遐个新学生。第二，伊爱辅导一群信仰也未足成熟的宣教师，啊，甲教会信徒。迄个时阵知识无亲像今仔日遐尼发达，捌字的无真济，伊就是爱辅导即群人，帮助因。会当家己起做教会，迄阵教会佫需要外援来帮衬，但是伊直强调讲，台湾爱教会爱家己自立、自用、自传，所以就训练咱本地的宣教师出去传福音。因服侍过程中间嘛遭受着真侪困难，但是咱知就是因有真正奉献迄种火热的心志，靠着上帝互因的信心甲恩赐去克服当时阵的困难。咱看迄个时阵吼，简单讲，咱今仔要教生活队，吼，就无真简单，要教大家唱歌就无真简单，吼。迄天有一个咱的青年吼，送我一本这复刻版的吼，这是1918年出版的圣诗。1918年出版的圣诗，这本圣诗吼，你也掀起来吼，内底无汉字啊，拢白话字，因为迄个时阵大多数的人毋捌字啊，只好学白话字吼。啊，这谱是啥物谱？这谱我看无啦，吼，这我嘛毋知影安怎唱吼，就看无就对啦。但是吴玛丽牧师娘将五线谱来介绍予台湾人，吼，佮组织合唱团，佮甚至连弥赛亚用来当教，啊，所以咱看见着因遐尼努力啦，吼，咱迄阵对这个音乐的代志，大概是差不多是无知啦，吼，但是伊来训练，用尽耐心。培养咱台湾第一代的音乐人才，
所以咱看见着，因是遐尼温群拍拼，都是有一款特质，才会当产生好的教会。所以咱阁复习一遍，咱来培养咱家己即个经济爱有真好的信用财物，真丰富的信用财物，有火热的心智，甲实践的能力，安尼咱才会当真正结出好果子。第二项，要结出好果子迄个环境嘛非常重要，环境嘛非常重要。有好的土地，有好的环境，会当帮助无共款的经济去结果子。咱来看顾园的人，伊开真侪时间咧整理即个田园嘛，伊爱养肥，爱压水，爱除草，都是为这经济准备好的环境。环境若好，经济伊结的果子就好。而且虽然伫培育的过程中间，咱更加爱注意环境对咱的细囝的影响，因为囡仔就是果子园中间的一粒种子。咱准备好健全的土地，才会当培养出健全的果子。安怎准备好土地？咱对今仔所读的经文来学习。今仔日的经文是出自帖撒罗尼迦前书。如果咱若掀开圣经，咱来看迄个《使徒行传》的17章第1节到第10节。这是记载保罗伫第2遍传道了，伊离开腓立比了，伊就经过路地亚，经过安菲波利、阿波罗尼亚，了后来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城。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海口的城市，伫当时会当讲是一个真繁荣的城市啊。保罗甲西拉来到这个城市了，照过去伊的宣教模式因就先去找犹太人的会堂，伫遐伫会堂内底甲犹太人根据圣经来辩论有关救恩的问题。结果有产生一寡效果。有一寡犹太人相信，毋但犹太人相信嘛有一寡敬拜上帝的希腊人、外邦人，甲一寡妇女界的领袖，因嘛拢信。所以因遮的人就组成帖撒罗尼迦教会。所以帖撒罗尼迦教会就是有一部分是犹太人，一部分是希腊人，一部分是妇女界的领袖，因组成的。但是咱拢知影，福音伫倒位兴旺，就伫倒位会产生相关的主动的力。所以开始有一寡当地犹太人心内怨妒，为什么怨妒？有一寡犹太人叫因影响去信耶稣，所以而且佫可能影响到因的整个的运作，所以心内怨妒，因就开始招一寡罗马伫城内底引起暴动，互使徒保罗不得不离开帖撒罗尼迦。但是伫上帝是真奇妙一这真短时间所起造的教会，马上受到迫害，但是这间教会却坚持落去。而且唔简单坚持落去因阁真做美好的典范，真做正教会真美好的典范。咱今日所读的经文中间的第6节到第7节就安尼讲。保罗讲，虽然恁遭受大患难，又愿伫圣神所赏赐的喜乐中间领受信息，所以恁真做马其顿甲阿盖亚所有信徒的模范。所以咱看见着上帝遐尼奇妙，这真短时间所起造的教会，佮马上拄着迫害，但是因犹原坚持因的信仰，而且真做真侪信徒的模范。
咱对保罗所写互因的批信中间，咱能看出为虾米因会当起造一个遐尼好优质的教会。咱看见着拄则咱所读的经文中间安尼讲，阮常常为着恁大家感谢上帝，伫祈祷中间不断提起恁，伫咱的爸上帝面前纪念恁怎样将所信的实行出来，怎样用疼心温群工作，佮怎样坚守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愿望。所以保罗来学了，讲因是一个优质的教会，因为因拥有优质的教会的三大特质，就是咱所讲的信心、愿望、甲疼心，这三项标准的一个健康的教会环境。所以，这款的健康的环境，自然而然会当培育出健康的信徒。检查教会成立的时间短，佮遭受到患难，有缘会当成做别人的模范。所以，来建立起来健全的环境有，爱将所信的实行出来，爱用疼心来温群服侍，爱坚持对主耶稣基督的愿望。关于这三点，牧师伫后一遍会甲大家较详细来分享。但是牧师是何等期待，咱的教会嘛是拥有愿望、拥有疼心、拥有信心的一个健全的环境。我相信这款的环境，佮配合迄个品质优良的信徒，咱会当结出真水的果子来荣光上帝。亲像过去吴威廉牧师夫妇所做的一样，特别要大家鼓励咱今仔日礼拜结束了后，下晡2点半的时阵，有一场纪念音乐会，咱纪念吴威廉牧师夫妇过去伫咱遮所做的奉献。咱的教会就是徛踮伫即款的基础顶面，才能继续迈进。所以，咱参加这个纪念音乐会，是互恁孝念感谢上帝将因放伫咱的中间。另外一方面，咱来思考，咱要安怎做，才会当伫这个时代继续宣教的时光来荣光上帝。咱同心来祈祷。是阮的主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你伫过去的年日中间，差遣无数的前辈，伫阮教会中间，伫遮服侍，伫遮做工，互阮徛踮伫真水的基础顶面。恳求主，你赏赐阮有上悬的心志，也伫即个时代，会当奉献阮本身，成做你所用的器具，来荣光你的性命。互阮奉你的名所设立的双年教会，会当拥有信心、愿望、疼，来成做一个优质的教会。求主帮助阮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三甲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。圣诗第492首，圣诗第492首。主，当我有快乐的时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请坐。这时，请咱来奉献。请咱起立来做奉献的祈祷。亲爱的主，阮感谢你，阮的一切拢是你所赏赐的。阮愿意奉献的，毋若是金钱，更加是阮的专心专灵，会当成做主你合用的器皿，所做的会当合主的心意。阮嘛愿意做一个敬虔、勇敢传福音的人，每一代拢会当成做济济人的帮助甲祝福。结出好的果子，感谢主，阮安尼祈祷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请坐。
报告。本周特别事工，本周日第1场、第2场、第3场礼拜中，欢迎国际基甸会中华民国总会代表第1教会陈家声长老前来参加礼拜，并且透过影片分享基甸会事工，请兄弟继续为着基甸会伫全世界各所在的事工代祷甲奉献，透过因将圣经送到世界大家每一个角落，互更较侪人会当安尼会当熟悉基督甲真理。咱邀请兄弟来做伙观赏一段影片。大家兄弟平安，我代表200个国家的基甸会，在遮甲大家请安，对大家报告以前，我先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大家拢知影，这20几年来，中东、中亚因为发生多一个战争，所以多一个人走去到欧洲多一个国家，因为因走去遐的时，并互因当地带多一个困扰，无管是社会福利，也是康复部分影响多大。所以3、4年前，有荷兰一个右翼的总理起来，伊要把遮的难民赶走，其中有一个国家。也缅尼亚的难民，伊毋是单走来荷兰尔，伊走来荷兰8、9年啊。因的囡仔也等遐上课，要用挂出的时，伊要安怎？伊去找这间教会，荷兰海牙波特利教会，请这牧师甲因帮衬。这牧师要安怎做？要带会友上街示威吗？无可能。拄好，荷兰有一个中世界有一个法规规定，会记到。中间的时，政府袂使入去，所以教会一直祈祷的时，警察就要办法来掠遮的难民。但是一个牧师，伊无可能祈祷遐尼久，所以伊甲荷兰海牙地区的教会牧师要求帮衬，毋嘛是这个地区尔，荷兰甚至国际，大家国家的牧师拢来支援。有超过550个牧师，因为这个事件变一个国际事件，荷兰政府无办法，到10日以后，答应无要赶这个难民了，所以这教堂停开放。这个牧师他做一样小代志，祈祷，伊无做其他大个代志，但做祈祷尔。德雷莎这小女有讲一样代志，咱是平凡的人，咱袂当做伟大的代志。但是，咱会当用伟大的听去做小代志、小工。这牧师做一件小代志，但是用伟大的听去做。所以圣经内底讲，人的上小的代志，中心上帝主就交托大的代志。小工，阮基甸会也小工。阮120几年来，阮拢送圣经。这189年，阮当生日的时，阮一间旅社放一本圣经。8、9年以后，阮决定每一个房间放一本圣经。阮伫旅馆好便宜起来，一直送。到旧年，阮送5600几本，平均1秒，阮送1.8本，免2本的圣经。这100几年来，阮咱做一项小代志，送圣经。因为主知阮做小代志，所以大代志互阮。互阮今仔日会当200个国家内底有成立基甸会，我毋嘛送这国家的基甸会，这个人，阮也送去中国大陆遮。阮送圣经的台湾有旅社有效，毋嘛安尼，阮也去国际。这是桃园的一个长老，伊去莫桑比克送圣经，因遐个人都善良的，内底你用看，因有时无鞋啊。伊去送圣经的时，讲一个故事，有一个迄个查某囡仔，伊行一日一暗来因遐，但是圣经拢送了，伊哭讲，When will you come next year？ 你明年当时会来，我会当早出发来。我毋嘛，送互基督教的迄个国家，我也送互穆斯林的好，我也送互乌克兰。阮国际基金会送了乌克兰，送了去波兰、德国，
送互遮乌克兰的圣经，互因遮人看。教会康基甸会管的是安怎？阮基甸会送圣经互学校、军队，带遮人入教会。阮毋是教会，伊入去教会内底，经过牧师种一个栽培，因会当为阮代祷、捐奉献，甲做阮的同工来基甸会内底。在基甸会内底，阮会当互相交配训练，会当送宣教书等于教会。咱一生大部分讲，我一生的荣耀是咱伊。有个人讲，我服侍主20几年，我捌做过中职，我捌做过部长，毋是，因为有一日，你的天堂内底，你拄着一个独一人无共皮肤色的人，甲你讲，因为你我能入去天堂，通你见面，因为你的代祷，你的奉献，你的服侍。我人摕着这本圣经，会当通你做伙入去天堂，所以恁会当为阮基甸会做这件代志。代祷，有时阮咧送圣经的是流汗，阮会知影讲教会兄弟姊妹为阮代祷，阮会当坚持落去。奉献，恁的奉献，教阮的奉献，阮全部来印圣经，阮无做其他的用途。上重要，阮希望独一个同工，然后阮做伙主的工，独一个做袂了。所以希望来加入基甸会，所以教会是阮基甸会是教会纯粹宣教的绑带。教会其实是阮上后的推手。多谢大家分享这段，让我做伙分享这段的报告，多谢。好，这里同样敬老旅游。请有报名的长辈，伫本周日10月24号，中央敬老旅游地点伫野柳，伫上午8点半，伫教会1楼准时出发。第三个就是吴威廉牧师的纪念音乐会，伫本周日下晡2点半，伫10楼礼拜堂。就像拄仔牧师讲的，请会当留落来参加，嘛会当思想当初吴威廉牧师。对海外宣教来到台湾，咱会当用同款的心志去思想，咱即马会当做啥物？欢迎兄弟参加。所来是牛埔庄讲义所的专题，讲题是对国际局势看台湾的经济展望。讲员是谢金河董事长，时间是伫10月29下主日，地点嘛是伫10楼礼拜堂。伫第三场礼拜结束了后，有简单的简餐。12点半到3点有专题演讲。讲座开放自由入场，毋免报名。若是你要登记参点的，你爱报名。你会当透过团契会长登记而且为团契小组的负责人进庭干事来登记。若是你毋是团契还是小组的人，你会当用 QR code 还是上网连结来登记。好，这时请牧师来欢迎来宾，甲牧养代祷。大家平安。毋知咱中间有第一遍来甲咱做伙礼拜的兄弟。我特别来介绍咱基甸会的代表有3位代表咱继续关心基甸会的事工。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，神的主，阮恳求你，赏赐阮气力、信心、甲听心，互阮生活伫这多变的社会中间，会当徛立，会当稳固。阮恳求主，你帮助阮。阮中间如果若有悲伤、
的人求主亲自安慰，互阮得到复原的快乐。如果若有破病的人，求主你亲自赏赐医治的能力伫阮的中间，帮助阮倚靠主来超越过阮生命中间的困境。也恳求主你兴起搁较侪兄弟姊妹，互阮的人彼此带倒，互相关心，来营造听的环境，互阮伫即款的环境来追求阮的信仰，也保守看顾阮每一人的身体，阮的灵命，拢仰望交代伫主的手中。也恳求主你赏赐搁较加倍的信心疼心，互阮人将阮所领受的伫生活中间，甲其他的人分享，来结出好果子，荣耀主上帝。我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，阿门。请咱三甲来吟上言509首，上言509首，何乐天父万福本源，请咱起立来吟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圣神的感动、夫妻相通，常常甲恁伫地，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默祷谢恩，恭受差遣。